你上一次覺得自己真正休息到係幾時？如果記憶已經有啲模糊，不如嚟清邁呢條未平河畔慢慢諗翻起。未平河畔有一棟白色嘅殖民建築，安安靜靜咁樣企喺度。佢唔似係一間酒店，反而似係一個將時間留住嘅地方。酒店中央嘅泳池好似將成條河流引入嚟，抬頭係無盡嘅藍天白雲，低頭係水波雲影徘徊。腦海入邊嘅雜念隨住水波一層一層咁樣化開。真正嘅休息可能就係咁樣，將自己交還俾一片遼闊，唔使諗嘢，淨係感受存在。酒店嘅內部以優雅嘅殖民風為骨，白牆有木，玫瑰環繞。推開房門就好似進入咗另一個宇宙，呢度每一樣嘢都放得啱啱好，唔係為咗俾人睇，而係為咗俾你安心咁樣放低自己。景觀陽台推開就係河流同埋綠意。真正嘅休息原來就係可以咁放心，沉入去一個冇夢嘅深睡眠，有得時間自己流走。第二朝早落去餐廳，一台色彩斑斕嘅泰式早餐已經準備好等你，每一啖都係新鮮嘅味道，喚醒沉睡咗成晚嘅感官。原來休息唔係俾身體唞，連味蕾都應該要好好被款待，咁樣先至係真正嘅放鬆。午後嘅陽光變得黃金，時間嘅質感就好似甜品一樣咁濃密。攤喺池邊，手邊一杯 cocktail， 乜都唔諗，就係咁樣望住河水發呆，冇行程，冇催促。原來真正嘅休息就係咁簡單，容許自己徹底咁樣停落嚟。而呢度就係俾你揾返自己嘅地方。